大家好，又係我束校長。今日我嚟到祖堯天主教小學呢一個學校咧，雖然其實校舍有40幾年，但係我頭先一路由地下行上嚟，見到有一個好特別嘅主題就係蝴蝶。因為呢間學校能夠可以用蝴蝶去到擺落課程，讓到學生能夠經歷到科學啦，經歷到價值觀啦，經歷到生涯規劃啦。經歷埋呢一個嘅生死教育，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夥伴嘅公司包括係有大學啦，又有我哋嘅社區譬如話喺動物同埋喺農業啦，嘉道理農場又有好多唔同夥伴嘅電力公司各樣一齊幫手去到發展呢間學校，讓到學生能夠喺呢一處經歷到有一個蝴蝶做主題。由佢嘅生老病死，經歷咗佢好多唔同嘅變化，咁呢個係一個好唔容易嘅課程規劃。咁所以若果係就算自己教育界嘅同事我都覺得好值得嚟探討嘅。地方坦白講，小學幾大但係問題佢能夠可以係用有限嘅地方，能夠整全晒、串連晒整個嘅課程，由小一到呢一個嘅小6，讓到學生又能夠每一個人都可以養成一個蝴蝶，經歷曬成個過程，係好唔容易嘅一個課程配合入邊有好多心思嘅。所以業界嘅同工，不論小學、中學好值得嚟去到探討下。好啦，咁先講翻今日嘅主題先。咁今日我哋會開始講一個題目，就係話點樣能夠讓家長去到裝備孩子有一個嘅主動學習動機，一個好大嘅課題。嗱，咁我今日好開心，我就揾到陳校長啦、陳志仁校長啦嚟到分享呢一個咁唔容易嘅主題。咁當然呢一個主題係配合翻呢一間學校嘅發展嘅，係好有意思嘅。咁我先將而家呢個波我交俾陳校長先。咁麻煩你同我哋分享下一個咁大嘅咁闊嘅課題，點樣喺學校裏邊發展，同埋點樣有家長可以幫到忙。好多謝你，束校長。先感謝你剛才對於敝校嘅肯定先啦。好深刻成個嘅遊覽聽到好多嘅規劃好好。係，多謝你。咁以下嘅分享我會分成2部分嘅噃。咁第一部分就會從家長點樣協助小朋友到提升佢哋學習動機嗰度做啲分享啦。咁第二部分會簡單介紹翻，咁其實我哋學校又點樣幫小朋友去到提升佢哋嘅學習動機呢？嗱，咁其實好多家長如果要幫小朋友俾心機讀書，通常都會好勞氣㗎。好多家長就會透過獎勵或者懲罰去到讓小朋友有一個習慣去溫習㗎。咁其實呢一類模式就係一啲外在嘅動機。咁其實外在動機好唔好啊？其實如果小朋友冇任何動機嘅情況下係基本都係好嘅，都係起點嚟。咁但係呢一類外在嘅動機唔得長遠。試諗下，如果小朋友細個爸爸媽媽罰佢，佢會聽；去到中學就未必得㗎嗬。咁另外啦，如果獎勵如果有朝一日佢習慣咗嘅獎勵，又甚至乎冇獎勵咁就變咗冇動機㗎啦。又或者小朋友係因為自己嘅成就嘅，想人讚嘅而去努力學習。咁但係如果再長大啲，有逆境啦，掌握唔到做唔到咁可能甚至乎走歪㗎，冇咗一個動機去到學習。咁所以我哋會講啦，最好嘅幫小朋友鼓勵佢學習嘅方法就係將外在動機轉移為內在嘅動機。咁家長可能會聽下內在動機係乜嘢呢？咁其實有心理學家就分析過㗎。如果要幫小朋友建立到內在嘅動機有3步要留意㗎。咁第一步就係關於能力。要讓小朋友佢哋發展到能力我哋作為師長嘅話要小心，set 嘅目標俾佢係好容易達到抑或係好艱難達到嗱，各位家長要留心，其實好易同埋好難都唔適合㗎。最緊要就係可以建基佢哋現有嘅能力高少少，讓學生會感覺到佢哋只需要經過努力嘅，經歷過投入堅毅嘅就會達到㗎啦。
咁另外家長都要留意喎，當我哋讚賞子女嘅時候，謹記係讚賞佢嘅努力，就唔係讚賞佢嘅天賦。因為如果我哋聚焦喺天賦嗰度，學生冇經過努力嘅，都有獎都有讚賞嘅話，咁就好容易唔努力噶啦。以後相反，如果我哋聚焦佢努力嘅過程，哪怕將來唔順利嘅結果失敗嘅唔緊要，佢會繼續嚟過，繼續努力噶啦。咁剛才提完努力，咁第二點咧就係自主性。咩叫自主性呢？就係讓學生感覺到呢一件事係屬於佢自己嘅，佢可以控制到嘅。而自主同規管係啱啱相反嘅喎。咁嚟到呢度，家長可能會諗我哋唔規管佢，咁咪點會有自主啊？咁嗱，有心理學家咧，亦都提出咗4個重要嘅因素，可以有效幫小朋友提高佢自主性嘅感覺嘅喎。咁首先第一點咧，就係家長係需要咧向小朋友表達返明白佢嘅感受，明白佢嘅需要。嗱，我舉一個例子啊，可能咧家長想小朋友早啲瞓覺啦，唔好咁夜瞓啊，聽日返學啊咁。咁但係當刻咧仔女明睇電視睇得好開心嘅喎，唔想瞓住。咁家長可以表達返話：仔啊女，聽日咧要返學嘅喎，如果你再唔瞓覺嘅話咧，你今晚唔夠瞓，聽日可能病，甚至乎你起唔切身，聽日會遲到，就唔係咁好噶啦。不如熄個電視先，早啲瞓啦。嗱，呢個一個例子，讓小朋友知道爸爸媽媽唔係話就咁一句話瞓啦，熄電視，而係表達翻背後嘅諗法、背後嘅感受，讓小朋友都知道每件事背後嘅原因。呢個第一步。咁第二步就係咧要提供一啲具體、切實可行嘅方法，同埋好具體咁樣表達翻有啲乜嘢要求，小朋友要做啲乜嘢。第三步咧就係提供一啲方法，要讓小朋友感覺到爸爸媽媽原來會幫佢滿足佢嘅需要嘅。我用翻頭先啦，要求小朋友早啲上床瞓覺，做個例子啊。試諗下，如果爸爸媽媽一方面要求子女早啲上床瞓啦，但係調轉頭，原來爸爸媽媽自己睇緊電視嘅，就唔係咁好嘅喎，因為小朋友都會覺得爸爸媽媽咁唔公平嘅。咁相反啦，如果爸爸媽媽要求子女上床瞓之餘，可以拎埋本書，坐喺佢床邊講故事俾佢聽，幫助佢入睡。嗱，咁就係呢一類去到幫小朋友，雖然做唔到佢原本想做嘅嘢啊，咁但係都會提升翻佢嘅滿足感，就會幫到佢噶啦。咁第四步嘅喎，咁就係好多時爸爸媽媽提出一啲管制一啲規限嘅時候咧，可能讓子女唔開心，甚至乎喊、發脾氣。遇到呢一個位咧，其實爸爸媽媽可以嘗試提供一啲渠道，讓佢表達翻佢嘅情緒。舉一個例子啊，譬如可以提供一張紙、一支筆俾佢寫低佢嘅感受啦，又或者提供個枕頭俾佢攬住喊，其實都可以嘅喎。咁以上呢4項咧，就家長可以嘗試下去到提升小朋友佢自主感，讓佢感覺到一啲事情原來係同佢有密切嘅關係，佢應該可以控制，應該可以自己管理㗎。咁家長要留意啊，係咪4項都一定要做晒呢？就唔一定嘅。如果頭2項已經成功做到嘅話，咁第3同埋第4就唔需要㗎啦。咁頭先講到啦，要提升佢哋內在動機，咁而家我就講第3喎。第3就係親子嘅關係。可能咧有部分小朋友，我曾經咧教過一啲學生嘅，佢向我同我傾偈，表達過讀書有好嘅成績都唔係我嘅事，係爸爸媽媽要啫嘛。咁其實去到呢一步咧，都顯示咗一樣嘢，就係親子關係唔係咁好。咁其實各位家長啊，好緊要咧，讓子女有一個概念嘅。其實爸爸媽媽，我相信肯定係無條件愛小朋友，哪怕佢成功，哪怕佢失敗，都一定會愛錫佢哋。要讓子女佢感受到啊，佢哋唔會因為讀書唔好，爸爸媽媽唔理佢，唔係嘅，爸爸媽媽都係永遠喺佢身邊。咁另外假如佢唔成功，甚至乎失敗嘅話，要讓小朋友知道，爸爸媽媽唔係鬧佢，而係企喺佢身邊，同佢一齊揾翻佢失敗嘅原因，點樣幫佢做得更加好。咁同埋最緊要啦，爸爸媽媽雖然忙嘅，又或者每日咧經歷咗好多事情，我哋會俗稱眼火爆嘅，咁但係都要沉住氣。每晚不妨抽翻大約10分鐘啦，同佢好輕鬆咁樣傾下偈，了解翻學校每日有啲乜嘢開心嘅事啦，小朋友有啲乜嘢興趣啊，同佢哋傾翻。
建立翻良好嘅親子關係。我深信咧，每個爸爸媽媽都係錫小朋友嘅，每個小朋友唔想自己衰，都想自己做得好嘅。最緊要咧就係點樣幫佢哋做好。嗱，頭先提及到咧小朋友學習動機，係我哋近年經常會同事之間會討論。今時今日 AI 發展得咁快咯，以前就話要記啫，而家一查好多資料都有。咁我哋要點樣幫小朋友裝備？點樣讓佢哋有頭先提及到自主感啦？咁所以以我哋學校為例啊，我哋小1至到小6好強調一種課程嘅，叫做超學科嘅課程。就係讓學生透過特定嘅情景角色之下，佢有一個任務俾佢哋嘅。佢哋為咗達到呢個任務咧，就需要透過唔同科目嘅學習同埋體驗，去到掌握唔同嘅知識同埋能力，先至達到呢個目標嘅噃。我舉一個例子啊，譬如咧有一個活動嘅主題就係佢哋要服務社區嘅老人家。頭先講蝴蝶，我就先講蝴蝶同埋種植嗰度啊。我哋咧就要安排老人家就要嚟學校，就要食一餐好有營養嘅午餐喎。咁既然有營養嘅話，小朋友要先學食物嘅營養啦。跟住我哋學校有生態園嘅，佢哋要學習一啲種植嘅技巧啦，種植啲乜嘢蔬菜、瓜果啱老人家咧。跟住佢哋要分析泥土、分析養分、分析陽光光照啦，仲要分析埋我哋嘅5G 天文儀一啲數據喎，點樣種得更加好。跟住小朋友即係要種啦。咁種完之後咧，佢哋亦都會同我哋同區，我哋隔離有西廚學院嘅，同我哋合作，就會設計一啲餐單，點樣善用佢哋種出嚟嘅食材，煮俾老人家食。整個過程重點唔係煮一碟菜，主要咧就係第一，佢哋建構到一個尊敬長者、照顧老人家一個良好嘅價值觀。第二咧，除咗照顧老人家之外咧，佢哋咧會需要學習到唔同科目知識，呢個過程都建構到唔同嘅能力㗎。而良好嘅價值觀同埋能力係我哋團隊好認同。小朋友哪怕將來遇到任何困難，但係佢哋只需要有好嘅價值觀，能夠行得正、企得直，有唔怕困難嘅能力，可以應用到佢哋學科知識，就將來陪伴到佢哋成長㗎啦。多謝陳校長。陳校長頭先其實已經係好整全咁樣講到啦，即係由理論開始點樣能夠可以係讓到一個學生有一個嘅內化動機，然之後咧兼且家長點樣去幫忙，咁啊有啲咧可能咧靠著咧外來嘅動機幫忙。咁其實到中學啦，咁你話屋企可以做到嘅嘢咧，事實上開始會低咗少少，因為咧佢嘅貧富影響就好大，社會影響力更加大。咁我成日咧都會不論同家長或者傳媒咧有時分享嘅時候都話啦，我哋去到中學嘅時間咧，我哋希望能夠點樣讓學生能夠攞到第一桶金。嗰桶金咧，其實唔係話講緊係真係金錢，而係講緊話佢嗰個自信，佢嘅成功感。所以成功都一樣。好多時候咧嚟到我哋學校咧，啲同學仔咧會特別中意體育，因為咧呢個係我哋自己課程嘅配套。咁所以咧佢會發覺係當我哋希望同學仔能夠喺體育能夠攞到第一桶金，佢可能最初喺讀書未必一定好有成就，但係若果佢喺體育能夠攞到佢嘅成功感嘅時間，我哋都會鼓勵家長嗱，當你發覺你嘅仔女可能喺成績或者體育或者喺其他藝術方面能夠攞到佢第一個獎。我哋成日會嗌啲學生嗱，你一學到嘢嘅出去比賽，盡量出去比賽讓到咧我哋老師同埋家長啦多啲能夠睇到佢成功嘅一面。我哋一路都講緊出去比賽嘅時間，希望佢遇到對手強嘅對手，所以咧我哋希望佢咧講明就係嗱，我哋唔希望你攞獎，希望你成長先。喺個過程當中咧，佢發覺原來有更加勁嘅對手，佢學到嘢，兼且享受過程，佢總會有機會啦，可能咧攞到大或者小嘅獎項嘅時間。咁呢一個咧。甚至佢攞唔到獎，佢喺學校裏邊佢都發覺佢比身邊嘅同學啦能夠見識多嘅。咁嗰個第一桶金啦，就我哋喺側邊就趁機會就獎勵佢。所以咧，當家長若果你去到中學，你個仔都去到中學，若果佢喺出邊有任何機會出去比賽咧，你記住佢。我都好鼓勵我啲同事或者我自己，當同學仔出去比賽嘅時間咧，唔理能夠去晒睇晒全場，或者譬如我上個星期。我自己幾忙都好啦，我自己學界比賽咧，啲學生喺度打緊比賽嘅時間，我就去咗10分鐘，因為東涌比賽，我都去一去打氣，俾佢知道我有去過。變咗咧，當我之後翻嚟學校嘅時間咧，我有話題同佢講翻我啲同事同我講翻佢當期比賽點樣輸法，點樣由輸後尾可能贏翻，或者點樣贏變咗輸，我有話題同佢傾，俾佢覺得我哋重視呢一樣嘢，而佢發覺呢一個就係佢第一桶金。當佢攞到佢嘅成功感之後咧，佢就發覺佢得。我哋希望就係俾佢知佢自己覺得自己得，我哋又話佢得嘅時間咧，佢就會慢慢可以喺其他方面咧開始慢慢希望積累第二桶金。嗰桶金咧，第二桶可能係來自學業，可能來自頭先講閱讀，或者可能咧來自其他社會服務。咁跟住第三桶金慢慢嚟。所以咧頭先我哋好開心，即係喺陳校長度聽到好多嘅理論本身點樣由外在嘅吸引力，讓動機帶動佢內在。而若果能夠讓到佢喺內在能夠發覺佢自己得。
哪管佢得在唔理邊一方面都好，我哋一齊認同佢，讓到啦佢喺呢一份嘅動機帶動佢係希望能夠攞第2桶金、第3桶金，咁成件事情咧就慢慢建立嘅。咁所以咧，希望大家能夠啦，我哋大家都希望啦，我哋嘅細路仔能夠喺佢生命當中，佢自己覺得自己得。而呢一份得咧得來不易嘅，因為咧佢要而家越係喺身邊嘅社會啦，佢慢慢踏入去中學嘅時候，太多嘅傳媒啦，可能係社交平台係炫耀緊可能係究竟點樣食得好點樣可能咧玩得叻嗰樣嘢而好少係講到佢自己能夠有幾好。但係呢個就靠我哋嘅，我哋希望啦能夠藉由小學開始，頭先講嘅陳校長有好多，大家慢慢咧再重複咧聽翻陳校長，其實佢背後有好多理論頭先講過。咁再到中學嘅時間，讓到咧我哋一齊裝備個孩子，俾佢覺得佢係一個得嘅人。一得嘅少年成長變咗得嘅青年，再慢慢又得嘅成年，去到發覺建立佢人生，俾佢發覺佢人生係佈滿前面都係充滿成就自信嘅黃金喺前面，好嘛？好，陳校長有冇咩補充？係啊，我都好認同咧，祝校長頭先嘅分享。咁其實咧，希望各位家長都深信每個小朋友係有唔同嘅專長，可能你小朋友專長讀書，可能你小朋友專長英文、語言、數學，但係亦都有其他小朋友專長於藝術、體育、思維等等。冇錯，最緊要咧就係我哋幫佢哋揾到佢第一步，認同自己，知道邊度有亮點，跟住陪住佢一齊走佢嘅路，讓我哋設計一啲唔同嘅經歷俾佢，等佢可以將來發光發熱，成為地上嘅熱，世界嘅光。係啊，嗱，祖堯天主教係一間充滿亮點嘅學校，係俾小學嘅同學喺唔同嘅年紀都有可以發揮嘅亮點，所以大家有機會咧，記住有機會嚟。我頭先問過陳校長，其實咧佢哋都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好長期開放係嘛，係呢啲即係家長幼稚園嚟㗎，咁所以大家有機會咧，記住打呢個電話嚟約咗陳校長，約咗佢嘅同工點樣嚟參觀，好值得嚟，好嘛？好，咁多謝陳校長先，好多謝晒你，多謝。